入传教。你杀我！会说话的蟑螂。我不但会说话，我正给你听。想想看吧，有雷。这是一只会表演的蟑螂。该踩了。于是犯人悉心摘一条掉，蟑螂立刻去发挥武艺。10年后，犯人出狱了。他到一家酒店去求助，3杯黄金下肚，他人就像酒保炫耀，我就要发财嘛！我有一个宝贝。哦，真的吗？该死的蟑螂！先生不好意思，酒店里面人呢？有一个犯人在牢房里发现一只蟑螂，该死的蟑螂！很快的，蟑螂被逼入传教。你杀我！会说话的蟑螂。我不但会说话，我正给你听。想想看吧，有雷。这是一只会表演的蟑螂。该踩了。于是犯人悉心摘一条掉，蟑螂立刻去发挥武艺。10年后，犯人出狱了。他到一家酒店去求助，3杯黄金下肚，他人就像酒保炫耀，我就要发财嘛！我有一个宝贝。哦，真的吗？该死的蟑螂！先生不好意思，老品味啊，看有啊吼，即个咱村里咧甲咱讲，就是咱有慈悲心啦。咱有慈悲心，所以咱咧治蟑螂啊。咱叫迄个酒保吼，将伊的慈悲的希望拢甲抛死啊。当然，这是笑话，这是亲和动画内面的笑话，啊嘛真有意思啦。其实咱家想起来，蟑螂较有可能活到10担啊。哦，咱来训练咱蟑螂10担啊。蟑螂哦，它是很难搞的一种小动物哦。蟑螂会当90天无食物件，都会当活。90天哦，等于3个月不吃东西，它还能活。40天无食着水，伊个会当活哦。啊，迄个蟑螂迄个头甲切落长有无？你甲顶去头前，伊无随死呢，它还能动。所以蟑螂比咱厉害，咱人更较厉害。伊即个古早《黄帝内经》吼，就是古早人伊的经验讲出来，讲咱伫咧春天的时阵，咱要哪过日子，伊就安尼甲咱讲啊。咱敢要做伙念？好吼。是。咱做伙念来，春3月。春3月，此谓花城，天地俱生。万物以荣，夜卧早起，广布于庭，披华缓行，以使自生。啊，咱看到字面就知影嘛吼。花城就是讲有的物件要出来嘛，啊，过去冬天、夏天、秋天、冬天，拢美伫遐的物件要出来啊，就花城。咱看字面就知影，咱天桥地拢要生出来啊啦。所以万物以荣嘛，天地之气俱生，所以万物以荣嘛吼。这时咱要怎过咱就拍底，你要晚晚去困，你要学早起啊，爱晚晚去困哦，啊早早起来，啊起来要做啥物代志？广布于庭，住在咱的门口埕，哎，啊行来行去大步甲行，头毛万只洗，甲放互扫掠掠拢无要紧，披华还行嘛吼，甲放互扫掠掠吼。然后，互咱的志气敢若要生出来安尼，咱就拄则迄个番人有无？伊抱着希望，一只家纸伊抱着希望共款。所以春天，咱古早的祖先就甲咱讲，伫咧春天咱就是爱安尼。来，各位同学，咱做伙念吼。生而勿杀，育而勿夺，赏而勿罚，此春气之应，养生之道也。意思就是讲，咱到春天仔的时阵，咱若好生之德哦。咱若好生之德，自然咱就袂去伤着咱的肝吼。咱若伤着肝会安怎？心情就郁闷，咱脾气会做歹，胸坎拢会杂杂，目睭做红，看物件会花花，头壳会戆吼，啊头壳做戆疼，甚至会抽筋。
甚至会抽筋，那四肢颤抖，就是讲食到抽筋，那骹手啊有时啊咱会无法度控制伊安尼颤抖吼，咱大便会较干，大肠火会较济，喙会较红，脉象就是较悬吼。然后咱会感觉足够吐大气哦，有代志无代志的啊，迄个咱的春天的气无顺啦吼。那即个时阵，咱会感觉讲嘛食到流鼻水，啊，即个鼻仔拢会出毛病，阿妈本紧拢会安来，迄就是春天的风已经伤着咱的肝啦。咱要安怎？咱要互咱的志会当散发。培养咱的自闭心，自然迄个肝气就较旺。古早的祖先就甲咱讲，所以这就是叫做养生之道啦，养生之道啦吼。啊，师咱若无要照安尼做咧，各位浅浅，咱来练咧吼。啊，师咱若无要来做咧。逆之则伤肝，下为寒变，碰长则少。对，咱若无要照。无要培养人自的心啊，然后要好杀啊，然后伫咧食食方面，无要食一寡植物性的，佮拢共款，交当地共款拢爱食迄落高油、高盐、高咸的物件吼，自然咱会伤着咱的肝。然后到夏天呢，寒变，到夏天咱是毋拢爱流汗，竟然咱袂流汗啦，啊，迄个寒变。然后奉长则少，就是讲。我要给下一个秋天的东西就少了，啊，伊的意思是安尼。然后这里，这个五脏，这里，让什么跑不出来？咱拄则有讲过，顶日个红色的五脏属于肝嘛，那气就是风，那五行就是人，所以伫咧春天咱就爱培养自闭心、善良的心。那伊的开窍伫咱的目睭嘛，所以咱若肝郁的人，自然目睭会较歹，啊目睭会较容生红筋。那即个肝若歹的人，自然咱个性会较倔强，啊较爱受气，啊较倔强，啊自然呢，伊变恶性循环嘛，就搁再一次伤着咱的肝。所以咱春天要做就啥，就是培养咱。人自的心啦，卖自私啦。那五戒，伫咧佛教内面拢叫咱来修五戒嘛，吼。就这春天咱就爱戒慎，自然对咱的肝就有帮助，吼。这是伫咧《黄帝内经》内面教咱安怎要顾咱的身体，毋免食物件，敢若用咱的情绪就会当顾咱的身体，吼。那伊阁有讲哦，假使一个人足够受气、爱受气的人哦，咱的血会变紫色的，啊毒素就袂多哦。然后咱的毛细孔自然循环就歹。咱若要受气过的人哦，咱会感觉受气的心脏就要停止跳动，然后骹尾手尾麻去，迄个血就有毒素啊啦吼。若捌受气过的人就迄个经验。那伫咧春天讲遐济，咱春天要安怎来顾咱的身体咧？啊，春天就讲叫咱加食寡瓜类啦，食冬瓜，加食寡冬瓜。然后养生的话，冬瓜的话也当养卫生菌嘛，吼，然后替咱的手，啊叫咱加食寡紫菜。啊，看哦，还有豆腐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好，那个，咱今仔伫遐食，迄是有迄丸啊，啊丸啊是毋是较脆脆？脆脆迄就是马蹄啦，就这样嘛。所以马蹄会当除咱的胸得实热，个利尿降压。然后钙菜，也清暑解热，然后个清明个下气。这就是甲咱讲，咱春天爱食一寡瓜仔类吧。所以春天要食就食叶菜类啦、瓜类啦，哦，春天叫咱安怎食？这个头怎么都会看不到？投影片设计啊，投影片那原版的设计啊，要拉过右边，拉到右边。
你打字迄阵就爱框就爱往右边移，回到。那个有时候软体它没有办法相容。电脑，咱各位家长看恁。歹势。我惊电脑袂好。这来讲春天啦吼，啊，加食一个海带啦，粟米就是小米嘛，咱有没有听过小米？啥？小米就黄色那些嘛吼。小米也当健脾利湿镇定安病，啊，这是甲咱写小米也当利尿，咱讲利尿解暑清心明目。小米是一个做好的物件，这叫做粟米啊，对啊。那个原住民哦，因拢会用小米的去做酒，叫小米酒。西米露啦，西米露迄个吼。然后，所以小米是值得推荐的一种物件，小米酒。然后到春天，咱会当多吃一些瓜类，哦，黄瓜、老黄瓜、苦瓜。食无食酒无？然后这枸杞叶咱敢若较少食着吼，咱这方面较少。枸杞叶真好的物件，枸杞伊规站拢是宝贝，叫咱的酸啊，盐酸啊，咱捌听过无？桑葚。桑葚伊规站嘛拢宝贝。伊桑葚叶哦，咱毋捌食过桑葚叶哦。桑葚叶会食的呢。汤啊，咧食的，那蚕宝宝。蚕宝宝吃的人也可以吃。凉快的凉了。用嘴巴吃。哎呦。用嘴巴吃对。可以。那个。好凉。那个蚕宝宝，另外甲食药啊，加几工啊，蚕宝宝就变一挂，一只叶子啊，就水的叶子吼。枸杞叶真的好，那个桑葚叶啦，我有一个朋友，因为伊逐工拢吐血，那吐血伊就去大医，啊大医知影公司那个医院没办法治疗他的吐血嘛。那有一天，伊伫咧《神农本草经》内面就看到桑葚叶可以止血。然后伊转来，伊嘛毋知要安怎食，叫先生讲说，伊毋知要安怎食。然后他就想到说，安尼中药是安尼抓嘛，所以用叶啊，就去兄里面茶，结果他吐血就好了。后来他就因规伊的园仔内面全部拢栽桑葚，伊甲桑葚叶兄转起来啉，较油的桑葚叶毒的，炒卵、炒豆腐去食。反正他每样菜用桑葚叶包水饺在吃，结果他肺部的吐血好了。所以桑葚，你看在我们旁边的，一袋身边一寡桑葚，咱拢毋知伊是宝，桑葚叶可以吃的。那桑葚叶子的东西，伊会买够咱的瓜啦吼。那个，咱这休息时间搞啊。哇，真的。